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2月1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7篇，马拉基书第2章第10节，第3章到第1节，路加福音第1章5到1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使者。从小开始读圣经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上帝的使者，就是去造访亚伯拉罕的3位天使。后来年纪渐长之后，才慢慢的明白三一上帝的概念，也才明白那就是代表着三一上帝的使者们。另外，在圣诞节的时候，马太福音以及路加福音记载着精彩的上帝的使者或是天使出现，向约瑟、向玛利亚说话。天使或是使者都是那一些代表上帝传话或是行事的这个代表者。那问题是，上帝原始是亲自创造的人，并且亲自与人说话，但是后来为什么上帝还需要差派使者，而不是亲自跟人说话呢？那是因为人渐渐的对上帝不忠，离开了跟上帝跟人的立约，离开了上帝的道路。马拉基书第2章第10节到第16节说道，人民对上帝不忠。我们不是同有一个父亲吗？不是同有一位上帝创造了我们吗？我们为什么彼此间不守信？为什么我们藐视上帝和我们祖先所立的约？犹大人毁了他们向上帝所许的愿，并且在耶路撒冷和全国各地各做了一件可怕的事。他们玷污了上帝所爱的圣殿，娶了拜异族神明的女人。愿上帝把做这事的人从以色列中除名，使他们永远不得参与向上主万军统帅献祭。你们还做了另外一件事，你们的眼泪淹没了上主的祭坛，你们悲哀哭泣，因为上主不再接纳你们的祭物。你们想知道他为什么不再接纳祭物？那是因为他看见你们背弃了年轻时所娶的妻子。他是你的伴侣，虽然你在上主面前曾誓约要对他忠实，但是你背弃了他。上帝不是使你跟他成为一体了吗？上帝这样做是要你们有真正属于他的子女，所以你们个个要谨慎，不可背弃自己的妻子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说，我恨恶休妻，我讨厌你们当中有人对妻子做这样残忍的事，所以你们要谨慎，不可对妻子不忠。第3章的第1节，马拉基先知又说道，上主万军的统帅回答，我要差派我的使者为我预备道路，然后你们所寻找的主会突然来到他的圣殿，你们渴望看见的使者要来宣告我的约。上帝差派他的使者向人们提出警告，让人们能够认罪悔改，预备救恩的道路。以赛亚书40章，先知以赛亚已经告诉我们，马可福音以及其他福音书也告诉我们，应当要为主预备道路，免得审判的日子到来，
因为上帝审判的日子很快就会到了，上帝的公义将会来显明，所以人要回到跟上帝的立约，跟人的立约要忠心。马拉基书第2章17节这样说道：审判的日子快到，你们的谈话使上主厌烦，你们还问我们怎样使他厌烦呢？就是因为你们说上主把所有做坏事的人都当作良善了，他喜欢他们，或者就是因为你们问公平的上帝在哪里呢？上帝使者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，就是如同先知一样，提醒以色列人，让他们有机会悔改转向上帝。事实上，先知也是上帝的使者，就是来预备人心，预备主救恩的道路。上帝的使者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要为主预备道路，预备人悔改的心志。已经有好几处特别记载上帝预备自己的使者，从摩西的出生到2个40年的阶段之预备，撒母耳的出生以及预备，先知耶利米宣告上帝在他未出生之前就已经预备他了。新约施洗约翰则是最明白的例子。上帝预告了施洗约翰的出生，他的出生其实是领受了上帝的神迹，因为他的父母都已经年老了，就好像亚伯拉罕100岁生子一样的困难。圣经这样记载，预言施洗约翰的出生。希律王统治犹大的时候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迦利亚，是属于亚比亚祭司一班的。他的妻子叫伊丽莎白，也是亚伦家族的后代。在上帝眼中，他们2个都是正直的人，严谨地遵守主一切的诫命和条例。他们没有孩子，因为伊丽莎白不能生育，而2人都已经老了。有一天，撒迦利亚值班，在上帝面前执行祭司的职务。按照祭司惯例抽签的结果，他得以进入主的圣殿上香。他上香的时候，民众在外面祷告。忽然有主的天使站在香坛右边，向他显现。撒迦利亚看见了，惊惶害怕。可是那天使对他说：撒迦利亚，不要怕，上帝垂听了你的祷告，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替他取名叫约翰。你要欢喜快乐，许多人也要因他的诞生而喜乐。在主的眼中，他将是一个伟大的人物，淡酒烈酒他都不可喝。在母胎里面，他要被圣灵充满，他要带领许多以色列人归回主他们的上帝。他要做主的前驱，坚强有力，像先知以利亚一样。他要使父母和儿女重新和好，使悖逆的人回头，走向义人明智的道路。他要帮助人民迎接主。事实上，每一个受呼召的基督徒、犹太人，或者是每一位受呼召的人都一样，都可以成为上帝的使者，可以做好见证，成为别人的天使，使人得益处，使主得荣耀。诗篇27篇颂赞的祷告。
上主是我的亮光，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上主是生命的保障，我有什么好畏惧呢？作恶的人攻击我，仇敌杀害我的时候，他们都半跌扑倒。纵使大军围困我，我也不害怕；纵使仇敌袭击我，我仍然要信靠上帝。我向上主只求一件事，只有这一件事是我的期望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上主的家，在殿宇里瞻仰他的美善，寻求他的引导。我遭遇患难的时候，他庇护我，他使我在他圣幕里得平安，把我安置在稳固的磐石上。因此我要胜过周围的仇敌，我要在他的圣殿里欢呼献祭，我要歌唱赞美上主。上主啊，求你垂听我的呼求，求你怜悯我，答应我。你对我说，到我这里来。上主啊，我正要寻求你，求你不要躲开不理我，求你不要发怒赶走你的仆人。你一直是我的帮助，拯救我的上帝啊，求你不要离弃我，就是我的父母离弃我，上主也要看顾我。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该走的路，仇敌在窥视我，求你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他们用谎言攻击我，恐吓我，求你别让我落在他们手中。我相信在有生之日，我会看见上主的美善。我要信靠上主，要坚强壮胆，要信靠上主。求主使用我们成为你的使者，宣扬你的旨意，你的福音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坚持忠心在立约的事上，谦卑的顺服的心志能够被上帝所使用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